乡亲到早，欢迎收看今仔日9月18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丹妮。咱先来关心上新的消息。最近进口的卵是一直有争议，有风声讲农业部长陈吉仲已经请辞的消息。针对这点，前行政院长苏贞昌是出来驳回，讲陈吉仲并无讲要辞职，也那总统蔡英文嘛无叫伊辞职。不过有人伫遐咧黑白喊，实在是真恶质。行政院昨暗嘛讲，伊并无请辞。进口过两个争议也未煞，知影继续批评农业部长陈吉仲叫伊下台负责，再次传出陈吉仲已经请辞的消息。不过，正伫咧替家己立委辅选的前行政院长苏贞昌讲，也无。到现在还没有提出辞职书，总统也没有要他辞职，就有人急着放话操作，这非常恶劣。行政院第一时间无正式也无否认，再次是讲。陈吉仲确实有口头向行政院长陈建仁表示道歉，也个愿意负责任。不过，陈建仁认为，即马陈吉仲有责任向各界解释，澄清伊并无请辞。苏贞昌也对各界批评，替陈吉仲讲话。这个老官嫌个老烂，我知道他现在已经被弄得身心俱疲了。不过，农业分专讲，专案进口贵能事件。上关键的人除了陈吉仲这个部长以外，另外一个关键人就是中央畜产会董事长林创贤。对这边进口贵能的事件，各地卫生局怎么也加强稽查、监督追查预期蛋的处理情形。买到的东西都是最有保障的哈，绝对不会买到臭蛋。担心进口贵能流入市面，或者是南面两只内面，将在地方首长要求农业部爱重视食安。因那农业部也甲卫福部合作执行水产业者全面联合辅导，要伫18开联合辅导行政会议，重点包括正确标示产地甲有效日期。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去访问美国，美国时间17去到华府，头一站去美行中华会馆，会馆主席吴嘉文祝侯友宜会当高票当选。那侯友宜除了拼外交以外，嘛关注咱国内专案进口鸡卵的争议。伊是一直批评民进党，若是袂讲好清楚，就换伊好好查清楚。访问华府第一站到美景中华会馆拜会，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受到侨胞热烈的欢迎。美景中华会馆主席特别祝贺侯友宜。在此呢，我们祝福侯先生跟他们团队高票当选。带领着中华民国走运和平和幸福的康庄大道。侯友宜伫华府大饭店也特别挂中华民国甲美国的国旗。伫美国拼外交也关心国内。侯友宜批评民进党专案进口贵能的争议一直讲不清楚，爱好好调查。不知道你有没有吃到一级的蛋，生活一定非常的惶恐。你们不讲，换侯友宜。来好好的查清楚。这么团讲，民进党总统参选人郭文哲个人第2面去访问美国，侯友宜讲无了解，无法度评论。因那两个人是不是可能伫咧10个谈拿白合？伊讲会团结所有力量。我跟柯市长之前我们都有为市政而双边的交流努力过哈，我会结合所有的力量，一起赢得胜选。记者综合报道。因若宣布要独立参选的郭台铭甲赖培霞，将会去登记做2024总统大选的备练输人。针对赖培霞有双国籍的这个争议，郭台铭讲伊早就已经知影，伊嘛会伫咧期限内放弃美国的国籍。要拼独立参选总统的鸿海创办人郭台铭，甲伊搭配副手赖培霞，赶伫正副总统被连署人登记最后一天，到中选会完成申请。也是赖培霞被逼出国籍，也有效力这争议了后，头一摆来出现，郭台铭是心中来解释。在我们没有见面之前，我就已经知道了。我们有把握在法令规定日期之前完成一切的合法手续。心情是这样，高潮迭起。我希望我们在这个场合不要失焦。你们所问的问题，我们都会有答案。因为细节太多，所以不方便在这里占用大家太多的时间。
两个人随后到郭台铭自细汉八大过棒球指挥宫参拜，有加18个连书开始，在一个初二进前收一将近29万份的连书书。不过郭办强调，若是知影顺利来整合，就袂送惊。赖佩霞是讲成心退。而民进党赖清德17议员是一直走行程参拜公庙，也提出防灾政见。我会全面彻底检讨咱每一个县市目前防灾标准设一个平台，中央和地方政府安尼来检讨。对着万里的故事和有违建的问题，赖清德办公室讲，这所在存在早伫法规进程，甲其他个案状况无同，会全力配合有效处理。另外，民众党关问题的是拜访大东关，是不是9月底第二拜访问美国也引起关注？有再度访美的计划吗？民众党澄清，30席党秘书长周大德赴美参加国防工作会议。另外，郭文天是不再出访，议员伫内部讨论。记者综合报道。各位乡亲，咱做伙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全台湾各地拢是侪云到好天，街道爱注意会落西北雨。咱做伙来看云图。今仔日到拜四，全台湾各地拢会是侪云到好天的天气。若较方便的东半部、恒春半岛可能会落阵雨。北部、西半部的空气会较歹，嘛会较湿。街道尤其是山区、甲南部是较会落西北雨。若拜五开始到礼拜有一波东北季风到位，台湾北部会变较凉冷，而且北部甲东半部水汽会变较高，嘛较会落雨。伫东部的山区甲南部街道嘛要注意会有雷公雨。经济部伫19要阁召开电钱审议会，可能会持续延期未起价。不过百货、大型的餐饮，也阁有健身房甲电影院，这4种行业生理受较转来啊，而且用电嘛较伤重，预估即届电钱会调悬。疫情解封了后，食外口的人店明显增加，就算伫咧食饭离峰的时间，嘛拢有人客来用餐。考虑国内部分类似的产业豆豆回温，经济部按算针对百货、电影院、健身房甲餐饮恢复正常电钱的计销。估计有880间业者会受到影响，今年的电钱拢总会增加16亿。目前的话是还没有这方面的规划，所以整个在定价成本的支出部分，会有业者这边我们这边自己来做一个吸收。政府的一些调整，我们没有办法说这么快的反映在消费者身上，但是我们只能在平常我们在用电上面，就是做好一些习惯性的一些操作。做这业者表示，就算电钱起，嘛暂时未针对产品的价销做调整。经济部指出，为了压制通货膨胀，也有燃料成本降低，10月份电价审议目前是向卖起价方向来规划。为了避免电钱起造成物价压悬，卖食品的有1217户，也有反压集中市场的60户，可能会延期未起。另外，因为国内制造业景气还未恢复，在这一届审议会电价可能被调整，也都是依次调整的幅度减一半的措施。内部的程序一定都有它相关的程序，但是那方案的内容是什么，就等因为这个真正的开会之后才对外去做公布啦。10月份电价调整的对象当中，规划包括农渔业、幼儿园以上的学校，也有社福团体拢未起，预估会有12万户未受到影响。因若农渔业会是上大的受惠者。不过台电一年营收也是减113亿，今年的亏损恐惊有要2000亿。记者综合报道。各位乡亲，咱做伙来看今仔日早报的重点。咱先来看自由时报，卫福部健保署按算编4亿5千万的预算，建立家庭医学平台。每明年开始，600万的原底就伫咧健保家庭医学计划慢性病患者会包括在内，透过个人甲医疗资讯的整合来强化照护。咱来看联合报。台九线苏花路龙159.3公里大清水明磅坑，年初起有涂胶代替。公路局为今仔日开始到29会修理12天，日时做单线双向的管制，暗时2点钟会开放通行一界。另外，台北线中环公路的东段，前一日受到大水雨的影响，有几个所在边坡板器爱修理，嘛拢有做管制。所来，咱来看中国时报。奥多拜发生事故死亡人数，长久以来是占交通事故死亡人数的60%。驾驶的教育无够是主要的原因之一。台湾机车驾照去用批评上过好考，
每一年有20几万人无去上驾训班，嘛会当考到驾照。审计部已经连续2年要求奥多麦驾驶训练的计划，都要做改进。所以咱来看，为着要进一步来改善行人的交通安全，交通部清点开发生事故的路口，拢总1000个。其中，伫遐市有10个上界严重，需要赶紧来改善的路口，新北市就占5个。目前交通部是请县市政府伫咧11月底之前爱提报改善的计划，目标伫咧明年底6成的路口拢爱做改善。人车真多，位伫咧三重区的新北大道一段中华路口，伫假日早起离峰时间，车永远是袂少。这路口登上交通部开自行事故地区的第1名。当地民众讲，确实常常看到交通混乱。右转或者左转的车辆，就是往往就是不太管人的，有时候也看不清楚。就是为那个不会说机车一下子就靠近行人。交通部依照事故严重度，也有发生并愈来列出全国优先改善1000处行人事故开发生的所在，包含行人活动自治的区域300个所在，非直辖市300个所在，直辖市400个所在内底。新北市三重区的新北大道以外，桃园的复兴路甲民生路口是第2大开自行事故路口。台北市中正区的罗斯福路一段、南海路也有上榜。台中市是以北区三民路3段、药材街路口常常发生事故。第六直辖市10大造成事故地区内底，有一半是新北市。新北市府讲，进前已经启动提升路口安全计划，即阵完成416处路口的行人专用时尚，尤其是以学校周边为优先。之前其实我们有透过了就是一些潮化庇护岛的一个设置来提升行人路口的安全。那针对它盘点的部分，我们后续还是会再去看一下它行人跟车辆肇事的一个主要原因。交通部讲，得到全国1000处开自行事故路口，而且县市政府伫今年11月底进前提报改善计划，也鼓励地方向内政部营建署，也是交通部公路局申请补助改善的经费，目标是伫明年底至少完成600处的改善。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咱来关心伫非洲的利比亚，因为地中海风暴地区有2座水坝崩起，大水是造成济伤亡，有的遗体甚至是冲落海里卡伫石头旁的。目前是除了赶紧救人以外，当地可能也要面临地雷风险，也有欠水的危机。关手伫咧海边啊学，下骹有真侪尸体掉伫咧石头旁，敢若用人去搬袂出来。معظم الشباب هم تكلم هذول من طرابلس جايين 1500 كيلو را。利比亚因为地中海风暴丹尼尔侵袭，2座水坝崩起，冲来大水造成真侪人死亡。利比亚即马分做东西2边的过渡政府，无法度统计出明确的死亡人数，更加免讲知影偌侪人失踪。当政府讲有真侪尸体被冲入大海，国际红会、联合国也个利比亚当局统计死亡人数差真侪，有几落千也有上万。والله ما معروف شيء كلام نسمع في كلام سهال هيك في يجي يطمنوا فينا واحد يجيني يقول لك تبي تدخل المدينه واحد يقول لك خلي المدينه مشكله لا ضي لا ميه فيش وسائل。联合国人道事务协调听也讲，大水甲利比亚几多年来冲突所留落来地雷甲其他弹药冲到四季，是已经无家可归的百姓会拄到的危险问题。根据国际移民组织上新的资料，利比亚东北部有超过4万人无家可归，不过数目可能唔那安尼。即马灾情上严重的德纳，本来人口只有12万，规个地区被大水冲入了，拢在伫咧6个门内面。国家媒体报道，至少891栋建筑被损害，市长讲可能有2万人死亡。另外有官员讲，有家族48人到即马拢失联。有灾民讲，即马规个人硬拢唔知所落来要安怎做。利比亚政治分裂，互国家一直拢无法度正常运作。虽然有丰富的石油资源，也毋过拢分散伫咧各竞争团体之间。分析人士认为，这场大灾难互东西边势力开始协调。不过，若讲到重建问题，还阁真多。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意大利的空军伫16个时阵在做表演的练习，其中有一只军机，那亲像是去弄着鸟啊，失去控制，全安摔落来。虽然飞行员有紧急逃生，不过却是害地面的一台车兵车，造成一架火啊，一个囡仔死亡，3个人受伤。
因那伫咧巴西嘛有飞行机伫咧风雨当中降落，发生意外。飞行机顶的14个人是焦拢死亡。参加演习的军机伫远的所在飞来，会当看做是一台军机 MB339，一直拢比别人较慢。大家开始向顶头飞时阵，伊煞一直偏向地面，伫飞机摔到涂骹进前几秒钟，驾驶大声道声。意大利空军为着要庆祝空军成立100周年，本来是定17由3色箭特技飞行队进行表演。16伫咧杜林郊区训练的时阵发生意外，敢若是去弄到鸟啊才会出代志。军机下来的时阵，也造成地面一台车兵车。车内一家伙仔，爸母烧烫伤，9岁后生重伤，5岁查某囝当场死亡。意大利副总理萨尔维尼伫社群媒体 X 发文，为这场意外向罹难者甲家属致哀，衷心的祈祷。当局国防部除了向家属致哀，也开始进行处理事故。意大利空军本来定17个活动也拢取消。另外来看巴西北部的亚马逊州，有一台中型的飞机，准备要降落伫咧离首府400公里远的巴塞罗斯机场时阵，飞机煞摔来，造成机场2位驾驶加乘客总共14人全部死亡。巴塞罗斯是当地真有名的观光小镇，机顶的乘客拢是来自巴西各地游客。官方表示，飞机伫咧暴风雨的天气内面降落，敢若是路线错误造成意外。巴西航空事故调查甲预防中心已经开始调查飞机摔来原因。公司新闻，但是董编辑。疫情解封了后，真侪人拢去日本佚佗。日本的富士山是因上界有代表性的其中的一粒山。疫情了后的头一个登山季，就请袂少游客去遐爬山。光是今年7月份的登山季，都有65000人，是比疫情进前增加17%。向向增加遮尔侪人，那造成山区交通甲环境的问题。部分游客无适当的行为，嘛提悬发生事故的风险。10万年前开始火山喷发，成做富士山是日本第一关山。2013年登录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单。今年7月，这疫后第一个爬山的季節，有65000人去爬山，比疫情進前增加17%。初めて登ったんで、もう普段がどんな感じなんかわかんないんですけど、でも。朝、この夜でみんな頑張って山頂に向かってる時の渋滞はすごかったですね。もう足が止まるぐらい混んでましたね。休困站的便所拢是游客留落的食面本座加空的饮料馆啊。小便斗也过度使用各种嗲嗲打爱修理禁止使用的牌仔，为确保爬山人的安全，富士山管理局互上热门的吉田路线设逐工4000人的限制，不过实际上今年7月已经有3摆超量进行。山顶遮尔客，互爬山真做困難，老人跋倒，真可能會發生全部人跋倒佮連落去，對爬山人的安全造成真大威脅。この富士山のオーバーツーリズム最大の原因は自動車で簡単に5合目に来られること。ということはその自動車道のコントロールが必要だと考えています。ただこの富士スバルラインは山梨県の県道でもありますからなかなか規制をするっていうのは難しいのでそこで、自動車の代わりに抜本的に変えるということで登山鉄道に変える。爆料旅客互山區帶來唔但交通甲環境嘅問題，也個人無顧山區天氣變化大，就穿薄衫涼鞋上山，頂無大嘅房間，都佇山屋頂卡困，或者是佇公用便所避寒才會亂上。公司新聞王慧文報道。繼續咱來關心，之前伊朗有一個女性艾米尼，嘛因為皇宮頭頸掛的方式無合規範，被逮捕死亡。16是伊過身1年的日子，有伊朗的民眾佫去街路抗議，因若佇美國甲德國嘛有民眾辦紀念活動，佇法國有花園改名，加上艾米尼的名，要來悼念伊。民众组织伫街仔路花卡河路过的车辆嘛起喇叭表达支持。伊朗库德族的女子艾米尼一当前上街路，随后警察讲伊伫头前仔的方式无符合规定，该拘留了后造成伊昏迷死亡，引起伊朗大规模的抗议甲反政府的活動。至少有超过550名抗议人士互安全部队杀害死亡，号召头前仔之乱。这个月16是伊过身满一档，有民众组织上街路追悼，
争取妇女的性命和自由，佮包括美国、德国各国民众分别伫华盛顿地区毗邻这所在发起示威活动，对着纪念伊。 Der Welt zu zeigen, egal was für schwachsinnig unterentwickelte Gesetzgebungen die islamische Regierung tagtäglich ja wirklich auf den Tisch legt. Wir sind hier, um dagegen zu halten und sagen, solange international kein Druck auf diese Regierung ausgeübt wird, wird sich entsprechend nichts ändern und deshalb sind wir hier. 法国巴黎市府佮甲第10区的维勒明花园加上伊的名，改名做维勒明艾米尼花园来纪念伊。也毋过有人权团体指出，伊朗政府为了防范佮一摆爆发头囡仔之乱，佮伊就拘留艾米尼的父亲，警告伊袂当伫1周年的时阵纪念查囝，佮伫艾米尼的家乡部署安全部队，一直到16才甲伊释放。 暂时，美国、英国佮加拿大欧盟因为伊朗对这个代志的暴力镇压，佮一摆宣布对伊朗祭出新的制裁。不过，欧洲等等其他国家嘛会伫这礼拜宣布新的制裁，也毋过这互伊朗真不满，谴责国际制裁是干预伊朗的内政。公司新闻台是同朋友。今仔日国际上还阁有啥物大代志？带各位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美国佮中国17分别证实。 白宫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甲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举行会谈，这是美中两国高层的官员最近一届见面，可能是为着美国总统拜登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的会面来铺路。白宫发声明讲，苏利文在会中强调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来关心北韩领导人金正恩17离开罗西亚，这届访问是引发全球烦恼两国达成武器的交易。 金正恩离开之前，还阁收到罗西亚送的无人机、甲风庆纸的假。根据南韩韩联社的报道，金正恩可能伫咧亚运了后访问中国，而且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见面。来看乌克兰今仔日宣布，乌军已经甲伫咧主要前线的城市巴赫姆特南平有战术重要性的城镇收回来。根据法新社的报道，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后礼拜要访问美国，这是伫战争了后的第2届。 若战场传来好消息，意义是真重大。罗西亚甲乌克兰的战争爆发是已经超过年半，战事还阁伫咧逐年。伫战区的乌克兰人，因的生活即嘛是虾米款的情形呢？若因要安怎来重建家园？为着要深入了解罗西亚甲乌克兰战争在地情形，公司台记台团队专工去到乌克兰，今仔日要带大家做伙来看伫乌克兰境内。 做人道救援台湾青年的故事。伊只即马伫咧乌克兰西部的一个城市利比乌边啊，一个教会。 工作人员伫遮里发放物资，有台湾青年伫遮里办活动，含伊的工作伴甲遮囡仔算做伙。大人囡仔排队咧等待，这是战争的期间以来真难得等到的救援物资。这人大部分拢有路无厝，为乌克兰东边前线所在来的，因暂时去较安全的城市避难。大人伫边仔等领物资，囡仔坐几排，手举笔当咧擦色。 透过画图写卡片，祈祷战争会当快点结束。战争爆发了后，离邻国波兰无偌远的利沃夫，嘛受到飞弹的攻击，居民嘛伫空袭警报当中，渐渐惯势甲惊吓共存。为台湾来的王南英，原地伫乌克兰读博士，战争开战了后并无离开。 是留伫乌克兰甲难民斗相共，因为伊会晓讲罗西亚语、乌克兰语、日语嘛真认真，所以就甲日本还有台湾的国际救援组织合作，除了送物资、办文化交流活动以外，嘛筹划食物支援计划，帮助难民会当家己生活。其实我早期一开始来的时候，我也是跟着他们发放物资，但是我看到很长的排队队伍，小孩子都无所事事，所以我就在想说，在这个基础之上。 能够再为他们做什么？王南英也佮教会合作，招新行业的少年人做伙投入救援的工作，传达为亚洲来爱心，展现有力头的国民外交。Мені 12 років, я з Донецької області. Добре. А можеш показати, що ти малюєш, що мені сказати? Я малюю Тайванське місто. Тайванське місто, добре?
所以我也希望透过这样的活动，他们来到这边，跟当地的 NGO 或者教会有些连结，很像的连结，以及让他们觉得不会那么孤单，有很多人关心他们，很多人在乎他们。伫咧车站的同时，乌克兰内部嘛一直去做修复的工作，外地人来这交流帮活动，互为东部来这寻求庇护的难民，加点因内心的安慰。记者吴丁武、林建如，乌克兰采访报道。来看国防部昨天公布，阁有28架中国军机侵扰台湾，其中有20架是阁飞过中线，甚至飞来台湾的东南边。有专家就分析，这是中国伫咧回应美国、加拿大、甲韩国伫咧围海的联合军演。军事媒记录到，疑似咱国海军的驱离广播团，只是因为强军现赴645的三峡南。这里行政府军海峡24里连接区，咱军也出动成功级顺风南监控。而天桥3泛蓝飞弹车也被翕到已经进驻行村，不过国防部无证实。敢若宣布17早起总共查到28架次强机侵扰，包含歼10、歼16、空6、空警500、运9、运油200，也有彩虹无人机等。其中20架次逾越海峡中线及其延伸线，进入我西南及东南空域，执行远海长航等演训任务。国军运用联合情监侦手段严密掌握，并同步监控共军防空、远火等部队动态。军事专家分析，强军海空兵力即摆经过第一岛链进行远海训练，是因为伫远海海峡联合军演的美国、加拿大、韩国3国，而且特别结合防空远火部队，想要传达具备阻挡台海周边航道的战力。这一次比较特别的就是导入地面部队，包括轮型炮兵、火箭车，还有就是防空飞弹部队，也就是针对美国、韩国跟加拿大在黄海进行了这个军演，来展现他们的这个战略防空能力。另外，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消息，将近3礼拜，外国媒体大部分推测是因为涉嫌贪污被解职，正在接受调查。军方媒体解放军部则是发表文章中，真罕的批判部分的官员有空占职位、不爱做代志的现象，强调要推动干部会用性演讲的常态化，解决无作为的问题，引发外界真侪联想。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咱来看南投警方昨昏去民间乡的一个地方，要来追查哪像是有移工做贼仔的案件。结果有3个移工，一个看到警察尔，就3步做2步走，其中2个人竟然是跳落20楼深的山坎，摔个重伤。尾后有甲这2个人救起来送病院。因那警方嘛要来调查这3个人敢是逃走失联的移工。警察行入去地方，3个移工看到了后，赶紧是架走，其中2个人为着闪避这闸隙，竟然对山谷跳落去。哎呦，要死我跳诶2个跳落去移工倒伫石堆顶面，虽然也在人，不过已经拢未啥叮当。南投警方17早起到位伫民间乡这个地方，当时有3个移工正伫地方工作，无想确实发生意外。由这2个人跳落去的所在，大概有60公尺遐深，下骹属有彰化县电中镇。空军直升机因为地形限制，无法度用空中来吊挂，随即有警消、白丝落去，甲2个人慢慢救起来。不要快，慢慢拉。好，拜拜。走开。警方立即通报消防单位到场来救援，分别在14点及15点左右将2名伤者救起送医。那目前该3名移工为何逃逸？是否涉及不法？警方将深入调查厘清案情。警方讲，这条民众报案，辖区内底有移工，敢若走入去鸡翅园偷摕，早起过程也好好停驶。这2名受伤的移工被送医急救，另外1名逃走的移工，警方也在找人，因为身份也来调查是不是逃走的移工。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高雄顶一日发生一对翁仔某去互厝边抬死的这个案件。即马受害者的2个囡仔是交予阿公阿嬷来照顾，不过因嘛质疑社会局伫第一时间无积极甲因斗相共，而且嘛不满警方伫做笔录的时阵是一再要求囡仔回想案件发生迄当阵的情景，所来会互这2个囡仔来接受辅导，希望因会当行出创伤。15发生代志到即马，2个细汉囡仔的阿公写千字文声明，讲即几工拢袂困去，毋过为着2个孙仔，伊甲亲家2家伙拢会勇敢坚强，
伊甲牵手会甲孙仔当作慢仔行来饲，无祈求大家斗相共，敢若希望家正向鼓励囡仔，也反驳外界认为因认同制作噪音。代志发生了后，无接受访问是为了保护孙仔，毋望外界莫阁用无友善的言论伤害囡仔。阿嬷嘛头一遍接受电话访问，讲社会局第一时间的处理，并无真正有帮助。在社工的辅导的部分，我觉得在初期真的是严重不足。人员有来，可是真的是流于形式，只是来说了解这件事，只是来看一下这件事情，并没有给予我们实质上的帮助。家属非常的悲伤，也忙于处理后事，尊重家属的意愿，留下了简讯的资料。隔天我们再用简讯的方式来联系家属。家属表示，社会局经过反映了后有积极协助，不过坦白讲，囡仔有创伤后压力，因为负起请养的责任，若是爱心捐款会全部交予社会局协助处理。我们希望社会大众支持我们，协助我们，最不济你也不要再伤害我们。对案情的侦办，家属认为警方做笔录毋难问一解，常常爱互囡仔颠覆上当时的过程，互人真毋甘。为周全指认程序在事中之家属需请孩童比询，以强化证据能力。警方表示，这是为了强化证据能力，保护检察官了后，已经同意用其他方式代替。关怀犯罪被害人的环保协会也建议，对两个细汉囡仔的追踪关怀，可能要做到伊青少年的时期。记者综合报道。在台地基泰建案边仔立起的人家厝，昨昏台北市府是阁开放，予受灾户转摕物件。副市长李树川表示，接落来会要求基泰建设，请人来甲大型的家具搬出来。再甲规栋大楼拆掉，然后针对家具损害部分，法务局嘛提出一户50万的赔偿。塞车内底拢是物件，手尾也赶皮箱，赶紧将贵重的物件搬上小货车。台北台地徛街发生崩塌不起事故，台北市府这次搁再开放受灾民众转去厝的摕物件，并且甲每一天20分钟的时间延长到7点钟，要背替代摇篮到3工来搬物件。就拿了一些。有一些有纪念价值的东西，主要都是有纪念生活的记忆的东西。很多东西都没办法拿，因为像那个冷气啊那些主机的话，我们都没办法拿。对，还有床组。台北市副市长李树川也到现场视察，伊讲住户物件搬甲真顺利，希望这是最后一步。部分住户的大型家具会请其他建设委托搬出公司搬出来集中放斗阵，才来进行规栋建筑物的拆除。另外，对着家具损坏部分，由消保官来进行财务损失的估算。请消保官就一些大型的基本的类似冰箱啊这一些的状况的概估。那当然我们有提出来有50万的财损的赔偿。李树川指出，相互徛街损坏状况会有技术工会来鉴定，期待负责修复。另外，有住户伫信箱内底发现公办途径意愿调查表，李树川是严定澄清，讲这毋是欺负法的。这种欺负意愿伫计算途径的建蔽率，也佮用积率等。那所有住户信任台北市府公办途径，市府会来办理。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关心，伫新北市中和的瓦窑沟，拜人那亲像是有人排放白色的垃圾水，环保局去现场做采检。是并无查到有紧急毒性的反应，研判可能是附近有人家厝当地的装潢、抢红摩托或者是油漆造成的。位天顶看落来，新北中和的下窑沟竟然两边无共色，有一半水染做白色的。昨日有民众翕到这种情形，甲相片打上网络，也引起当地民众的议论。看到的时候已经没在排，已经看到整条都白了，已经没在排了。看到那一区有白白的水，我想说，那可能就一般家庭的吧。当地民众是讲有看到下窑沟边的细条水沟啊，一直排放白色的水，不过排放时间无偌久。环保局接到通报前往稽查，并采集水样检测水质，发现 pH 值是8.14，包含水有染指标的化学使用量甲重金属拢无验出急动性反应。因为附近瓦建主题区，初步怀疑可能是四周围的民家排放的垃圾水。同路段的这个2号后面的防火巷有一些些许的白色痕迹啦，可能是装修或是自行涂料，或是说有在清洗自己家里的一个家庭的一些设备。
加长江环保局各去4周围巡查，是毋是有民家装潢的污染源？若是查到违反环保法令，会依法告发。也呼吁民众，若是无用完的油漆还是按摩涂，爱好好包装，再交由粪扫车处理。记者综合报道。即马中秋特别到啊，油嘛大出。中华邮政甲台南的农民合作推出文旦的礼盒。不过，煞是有民众买到了后，发现讲油皮唔那靠大，阁有污点，要送人实在是真实的。中华邮政强调讲，油的口感甲滋味是未受到影响。不过嘛讲，安尼会当退货，嘛会加强品质的管理。来到会场，台南市长吴以铁道推销摩达文旦，中华邮政嘛甲台南在地油仔农合作，送礼盒仔来卖。不过消费者买10公斤的油仔了后，发现内底油仔有乌大，看起来歹看，互消费者感觉歹势送人。不小心去碰撞到工人，因为装得很快，10几个工人在装，他当然他的速度会要快。品质就没办法完全掌控。个人讲，油仔装箱前拢会选购，不过最近出货量大，有当时啊疏忽无看到，才有这种情形。不过强调锅巴正甜，口感无影响。啊，伊风大咧摩擦起来去，伊这毛囊破去了吼，就变成褐色。那褐色的时候，其实咱一开始农民因兜看的是打扮的时候，袂遮严重，因为伊时佫青青嘛。啊，当你烧水洗水了，慢慢吼，伊就变好食的时候，伊连爆起的时候，你会讲伊褐色足严重。我会感觉迄是无好的油仔咧。农会是讲油仔有乌大，不过锅巴绝对无问题。也有少民众坦白讲，都是会挑工买这种油仔，点都较好食。不过家己食无问题，若是要送礼也是会更较好看。中华邮政表示会当替换货，也会加注意品质。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的往来一年的产量有38万吨，产值有甲88亿。农业部的农气所嘛拍拼开发设备，也阁有加工的技术，未来互咱的往来销路会当阁较好。农气所人员向往来合作社销改新的加工设备，另外，阁有领动打碎往来杆，改良发酵技术引往来酱，也阁有减少细菌，阁袂影响口感的领动往来。导入一个比较新颖的冷冻那个技术的一个流程，那我们可以改善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它的再加上它的一个强化它凤梨原果的一个风味，所以它整个来讲就是风味适口性佳，然后微生物安全是符合规范的。嘉义大鸟果菜生产合作社讲，嘉义地区往来产期主要是2月到8月这段时间，透过往来加工的技术，会当互往来变出新的产品。农气所嘛甲地改场合作，希望替加工往来增加国内手机杯的市场。除了咱的鲜果之外，咱的加工通路咱让全年供应，我感觉这对咱的整个凤梨的产业到咱的迄个生产端、甲咱的加工端、甲咱的末销行销端，拢一定有帮助，非常的大的。比如说在红茶、绿茶跟这些果泥，把它用一个特殊的比例把它混合在一起，喝起来就很好。因此，它还可以进入那个饮料市场。所以凤梨除了鲜食、传统加工，还可以进入饮料市场。台湾一年的往来产量有38万吨，目前阁是以国内市场为主。农气所研究新的设备甲加工技术，透过甲业者的技术转移，要做伙替台湾往来甲加工市场增加新的竞争力。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继续来看咱国鞍马选手李智凯，第一世大运达成3连霸纪录，接下来要继续去杭州亚运挑战2连霸。总教练嘛希望李智凯这届会当带领男子团体摕到奖牌。完美落地，完成世大运3连霸，李智凯搁再创新纪录。最后一届，我觉得不要留下任何遗憾，不管在任何的时刻，好好把握当下。其实，当家奥运了后，国际体总公布新规范，李苗信为这样代志芯片透露，不过李智凯年纪愈来愈侪岁，身躯原来有伤，将近2年的调养，才会当以难度6.5，积分9.000，总分15.500的高分，完成赛前目标。面对亚运，就是要确保完美连霸。所以在亚运会，我们就把套路求稳。然后做漂亮，因为它的质量非常好，扣分非常少，所以我们是安排它在所谓的套路在6.4、6.5之中，能在这样的规范里面取得高分，让它很顺利连霸。当然目标是可以设定在拿牌这件事情啊，当然这是我觉得给自己很明确的一个方向，但
我觉得执行上现在比较多是在如何把自己的状态给保持下去。Sense of purpose, sense of poise, and a good finish. 捌因为受伤，萧友然头一届世大运换马摕铜牌，伊真激动。伊伫亚运的换马会甲李志凯形成上保险。若是另外3个选手虽然拢是真少年，不过林玉成功拢是全能上好的选手。全能上面的所谓的成熟度越来越高，所以我们就想说，以团体的部分取得亚锦赛、亚运会的部分的前3，就以全能上面来发展出发，这样。龙家宏因为受伤无参加亚运，战力影响真大。不过林玉成功策略的做法是专赢赢战团体赛，期待李志凯会当带学弟伫团体赛得到前3名。记者综合报道。在法国巴黎，因的公车按算为后个月开始，暗时10点了后，随时拢会当落车，无一定都要歇伫咧公车牌啊。希望安尼会当互看我下班的人会当改善安全的问题。一群人摕交通卡去坐公车。法国大巴黎地区9月开始，一步一步去实施暗时的公车路线，随时会当市零落车。民众伫暗时10点过后坐公车，唔免一定爱伫站牌落车，会当照个人的安全需求，随时市零，随时落车。Pourquoi s'arrêter entre 2 stations la nuit? Pourquoi faire des arrêts à la demande la nuit? C'est simple, c'est pour se sentir plus en sécurité. C'est aussi pour gagner du temps, parce que, quelquefois, on est déposé un peu loin de chez soi. 巴黎大众运输公司目标伫10月开始，逐礼拜7天24点钟全面来营运这种随骑随落车的路线，唔免一定爱到站牌才会当停车，或做必要的工课，也是加班的劳工会当平安到厝，嘛进一步保障妇女的安全。事实上，这套服务系统对2018年以来都已经伫咧郊区测试，但是营运单位嘛承认讲，佫需要请佫较侪员工来确保服务的品质。Île-de-France Mobilité, nous évaluerons ce dispositif. Il faut lui laisser, 1, le temps de se déployer complètement, 2, le temps à l'information de bien se diffuser à l'endroit de tous les passagers, toutes les passagères concernées. 大巴黎地区的人口是超过1300万，逐年拢成几千万的游客来这佚佗。但是当地伫暗时的治安真歹，这点嘛是同款有名。随骑随落车的模式有可能会当改善乘客出去外口，也是倒来厝的安全。不过受到过去几年疫情的影响，巴黎大众交通系统是在了钱，搁伫今年初起票价，议会嘛质疑讲新的公车系统敢有法度照时间上路。公司新闻两眼编译。有生理人开始伫首都开咖啡厅，希望有一天叶问咖啡的这块扛棒会当阁拼转去像英国安尼，遐尔请赢。讲到中东的国家也门，大家想到拢是战争甲散赤，但是真侪人可能唔知影，其实也门伫以早是全世界上重要的咖啡生产国家。17世纪的时，也门的咖啡为因一个叫做摩卡的港口出口，外销到欧洲，变成欧洲的贵族甲好野人真爱啉的饮料。这就是全世界上出名的摩卡咖啡的由来。Our ancestor discovered these amazing seeds and turned it to a magical drink. 也门因为气候真干燥，咖啡豆拢是用古早的方法靠日头晒好干，甲世界其他国家生产的咖啡真无共款，有非常特别的香味，毋是其他所在的咖啡会当取代的。但是也门过去8冬一直伫内战，佮受到美国的制裁，互咖啡出口量大大减少。伫这种情形下，因为战乱毋敢倒转来故乡，但是非常思念故乡的咖啡香味，真侪伫海外也门侨民。就变成也门咖啡外销主要的客户。Yemenis living abroad become more emotional. They always buy Yemeni product, and I think it helps our business to become more popular among them. 因为出口较困难，一寡卖咖啡的生理人就开始开发国内的市场。伫也门的首都沙那，最近有6间新开的咖啡厅。唔但装潢甲真水，而且提供真专业，用手工地道的方式做出来高品质咖啡。نحن لدينا هدف وهو هدف رحلة العودة إلى الأمجاد. رحلة العودة إلى الأمجاد هي رحلة عودتنا إلى مجد وأصالة وثقافة البن اليمن. 受到战争的影响，也门全国有2/3的人口拢爱靠救济才会当生存，所以一杯美金1块外，差不多台票50块的咖啡，啉得起的人其实并无多。
但是咖啡厅的头家讲，伊有信心，一旦内战若停止，叶门一定会当阁变成中东上主要的咖啡中心。对叶门人来讲，咖啡所代表的不只是过去美好的光荣，更较是对未来的愿望。记者甘延恩编译。天气报你知，咱做伙来看今仔日各地温度。北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4度；中部地区上低24度，上悬32度；南部地区上低24度，上悬33度；东部地区上低24度，上悬32度。咱来看外岛地区26度至31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我是丹尼。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